像啊，继续来看嘉义市一间高学校的校长甲伊的太太，日前摕到政府所发的敬老卡，为文山乡坐公车回到嘉义市的火车头，但是公车司机却甲因经体甲因算讲，无代志莫坐公车，安尼是浪费着国家的资源。到站了后，佫一直催因落车，这个口气甲态度拢真歹，害因是真受伤、真生气，敢讲使用敬老卡错了。事后，这个嘉义县公车处吊车顶的监视器早前属实，已经甲校长翁仔某来会室里，嘛甲这个司机来记告处罚。监视器画面翕到公车司机大声对乘客讲话，说落来这句话，互当事人是听甲真无爽快。浪费国家的资源，啊，若爱钱的你就袂安尼坐啊。无啦，迄样红港官较无啊好啦。因为乘客用敬老卡坐公车，司机就一直咧碎碎念，因莫讨这国家的资源。等到这对翁仔某到站要落车时，护林人因为行无够紧，佫互赶。赶紧落车，我要开行紧嘞。啊，就卡袂顺啦。语气听起来是真压榨。关车门了后，司机佫继续伫咧骂乘客。啊，公车是第一次，想不到就遇到这种事情，很不舒服，很生气。拄到这款的司机是嘉义市一间高学校生出来校长和太太，因伫咧6号下早仔摕市府发的敬老卡，伫咧火车头坐嘉义县公车去梅山乡佚佗，到尾阿嬷坐公车要回来时，上车了后，司机煞一直咧干架，口气是真歹。我们是拿了敬老卡不应该吗？不过敬老卡，我们的嘉义市政府也有付钱啊。公车处接到投诉，调监视器发现司机讲话有影无伫咧关后尾门，所以来给处罚。会依我们工作规则进行严惩。敬老卡是政府发予因的福利，想到坐公车出去耍，所以因为安尼互针对，业者嘛加强教育，希望司机对坐伙人爱有同理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